哎呀，各位聽眾，歡迎你人來賓興學見嘅節目。這個禮拜，我人個未講幾個數，但大概只講一擺，唔是姑姑講一擺，但大概只講一擺。這個禮拜嘅普及，這個禮拜嘅嘉賓是日本老姨，加荷蘭嘅大老肥喵。定到可以鳥，可以攞傾可以鳥靠到，一查某會來講幾個故事。OK， 然後日本老姨講聲，歡迎日本老姨。如果日本老姨是講，伊是要講幾個故事嘅，是講特擺呢，我是變讓 Asian Time 佢就是阿妹嘛，我就是，所以驚唔敢講，所以佢這個禮拜呢，伊家嚟甲我講，所以就是往早起落嘅時候，所以甲我講話，你係咪日本阿鬼，有係咪無像呢？甲馬來西亞鬼？嚇 ？OK，我嚟 start 啦。好，我咪講到你故事咗。It happened 咗，happen 就講好嘅咩？發生。happen 咗。發生。幾年前嘅點下發生啦，幾廿年前嘅點寫啦。The time 咗，我人嘅 restaurant 咪是被冚 for the 挪熱人哋關樣被水燒，所以咁咧咪是 holiday 咯。所以我人嘅 afternoon boy 是被人咗，我人做 gathering， แล้ว我人會去即個浸咗水 onsen 啊 hot spring 啊，แล้ววันหลังก็แล้วมาสิจับซีเลยขี่咯แล้ว on the day ไปขี่แล้วไอ้เต็มเสียสิห้องแฮมจะเลยจะไปขี่แล้วชุนจับสาเลยขี่เนี่ยเขาจะแล้วจับสาเลยมาสิไว้ manager มาสิคิดช่วยที่เลยอันซีที่เลย hot spring ไปทางกุ้ยแม่ในข้อหน้าบัวในกุ้ยล่ะ即係抓水鵝抓水鵝onsen น่ะแล้ว after that สิก็แล้วมาสิคิดเจ็บบัสใจวันหลังขี่เนี่ยเนาะแล้วก็คิดบัสวิ่งก็แล้วมาคิดตัวเช้ากว่า啦กงกว่า啦เนาะแล้วมาตัวคิดเช้าเองก็มีเนาะแล้ว阿妹สิอ๋อก็แล้วมาสิจับว่า阿妹嘅 dinner party 咯จับ好dinner 咧สิ就唱卡拉 OK 咯卡拉 OK 唱好咧สิก็แล้วมาสิคิดจัง嘅抓水咯จิมมี่抓水แล้ว after that สิจิมแล้วก็สิดูเลยหลังเสียนแล้วไอ้หลังนี้ยังมาตัวตุ้งกี่ยังกับปังเก่งแล้ว咯แล้วก็ชุนว่าเขาว่าสุดปอยสุดแต่ว่านอนเนี่ยก็คิดจิมก็คิดจะช่วยวิวจ้ะแล้วจะช่วยเป็นมาสิจินอ่ะช่วยแล้วก็อ่ะผมก็จะคุยมันเนี่ยหุ่นในความเนี่ยจ้ะแล้วนอนหลังจิมแล้วเขาว่าสิอ๋อว่ากำกัดอยู่สังกัดช่วยอ่ะที่ว่าอะไรว่าอุยอะไรว่าก็ strong 嘅咋，已經較大啊。其實個人行來咧，為時一追，即係安尼個上黑我來嘅咋。因為我感覺上個冇爽嘅呢，伊個追就是42度了，前日做了嘅呀。我見我掛喎，冷而啦，你睇你講啊，我見冷啊，頭殼個大咧，你講了就。แล้วความมันเนี่ยมันต้องแค่ซัวแค่ปากวิ่งอันในควันเนี่ยอยู่เจ้าแล้วก็ไปสิว่าจะแข่แล้วอยากแข่แล้วสิว่าจะสุปไวเซอร์อีจะบอกอีชุนว่านอหลังเนี่ยแล้วตัวตัวอย่างฝังเก่งแล้วแล้วไม่ชุนว่าสุปไวเซอร์ก็ว่านอหลังแล้วอีตัวก็ขี้ด้วยบินเป็นไอ้หุ่นเนี่ยแล้วว่าไปเกี่ยวอีว่าจะแข่อยู่จ้ะว่าอย่างว่าชิวเหยียด很เกี่ยวอี看到ว่าบ่อีจะข้าม掉把ชิวเนี่ยก็จะบ่看到ว่าเนี่ยอีบ่ราซากันรู้ราซาเนี่ยละเดียว我感覺就是安尼啦，แล้วก็ไป看伊水，確定伊影都在嚟位回國了，都在三人行進來伊影另外部上款較大嘅咋，然後我就驚了，心直直啵跳呢，上個人去頭體物件就掠着安尼款嚟驚嘅咋，然後我看了，伊又唔愛看，我無插小嘢，我走，我驚了，我頂戇了，伊又冇看了，我叫我走。我這課都冇錢，我自己要加加呢，我走人哋走嘅咋。要加加什麼意思？The next morning，即係要即係攞起嘢就按 send 咗，因為我都出嘢就俾啲 bathrobe 咋，係啦，話人係曬嘅了啦，曬個安尼款攬嘅，แล้วมาสิ攬ไปจากเดี๋ยวเสียที่จับยังมีแล้วก็請啲課ก็請要加加ใน款嘢嘛，แล้วที่จาก咧就เสีย咪是嘅係變薄起ใน款嘢咯，แล้ว要加加係啲嘢咩 locker อย่างนั้นนะ。แล้วว่าตัวแทนแกว่าเจ้า
前我要個單入地殼都買啊，後面買啊，走我都有問幾個驚㗎咋。แล้ว the next morning เหรอจาก breakfast ก็แล้วว่าสิ่งที่แม่頭走到端期嘅嚟就係經過邊邊啊，佢除位地殼啊，到時都邊邊嘅。你笑過啦，我未諗過會聽眾去笑過啦。即係早起時，即係一般留意早起咧，你做住我邊去除地殼，攏笑過你逼咗。我哋除地殼，我地殼得啦，佢真係除過。你除掉你鳥嘅地殼，你除掉你鳥地殼，叫你繼續啊！你冇除嘅地殼啊！那個不是有，我就為什麼話說你不去做嘢地殼？我又唔敢無要就，我又唔敢解讀話，即係一咩話我走去數咯。我地殼就係我全部嘅地殼，而家我到底我個錢呀，我唔敢講話。那個嗰時伊都冇搞講話，掉一邊拗呢邊送，我唔敢解講話，不過佢咩話等伊一人嘅呢嘛。即係咧食飽飯咧，咪是，就咧咪堆咯，堆咪食飽都在在我，咪睡在在我人堆咯。แล้ว還有時我 supervisor 一前一撒氣開就。撒氣開什麼意思？破林趴。哦，OK。呢成個咧唔係你先係 slogan 嘅呢，就。apapun boleh saja. Dia cakap lah, ikong lah, kalau apapun boleh polam pai semua. Lah, tu dia diam memcusnya. Cikgu enggak kau. 唔係講啊，唔講一點嘅呢款嘢咋。So after that 時咪是 the next day，啦咪是話佢放工了點時時嗬，แล้วกันแล้ว咪是佢叫話係小英กันแล้ว嚟佢 compare 咯，我話佢俾小英安呢กันแล้ว佢叫小英出嚟看，แล้ว為朋友樣就叫小英出嚟看，伊講誒為小英翕得無水，伊講上家嗰啲成個呢一打個了呢款，如果路人係小英換就冇求我小換啫，還是叫我你小英爹嚟寫啫，伊講呢款嘢咋。這是 camera film 啦，這唔是 digital 啦，這是 film 啊。你咩？แล้วเขาไปสิกันแล้วมาสิคิดแก่ลูกแก่ว่า小英ว่าแก่ลูก小英กัน嚟 compare 嚟看咯，切拉家咗啦，係因為小英กันแล้ว換呢款呢喎，呢款大家諗嚟。哦，有即個上家即個都是來去照啊去別啊，伊會火嘅呢款啊，會食嘅嚇，呢款嘅啥蛇乾呢？啊，是唔是會食嘅？嗰啲我一個朋友，白食嘅，哦白食，一笪嘅啦，嚇食笪呢，那有咧是伊嘅呢款，上家即個都是來去照啊去別咧，伊嘅 reflection 啊呢款嘅要照，我係即個。我自己訂啫，我自己喊，我自己叫。誒，我正咬名啊，就係我正咬名。喂，我見講我超級全邊啊，我見佢度講，你阿得啲事嗬，我一個朋友嗬，伊上家搞即個物件嘅款嘅咋，伊講上家冇咩好食，伊講後尾食白白人嘅，所以叫佢了呢，伊講嘅，伊講但冇我其實去好，我係為嘅會上看者，伊講嘅款嘅就。這是你日本啊會上啦，係日本啊會上嗰邊看咯，佢就，你 after that 時，伊咪是日出學會上看，你而家 after that 時，我人係做工嘅位啊，嗱諗起嚟攞茶葉係關嘅事咗，我好數嘅咧 happen 嘅了就，係搭沙你去嘅啊，出嚟啊，小排又有，玉樹又有，龍車又有，韓有可得啊，韓有可得啊。你做叫咩？你冇鬼都是覺得啦。你有個幾時鬼啊？你你做係咪問題哦？哇，不多卡拉車咯。哦，不多卡拉車。哦。你after that 事嗬，佢哋朋友咪食咗啲海嚟 please 看嗬，佢哋笑啊，佢會笑，一直看掉呢。伊講班姐，我去叫我師傅嚟看者一個呢。你就去叫佢可以師傅。伊是叫小英來看呀。看掉咧，師傅。嚇，一叫佢使，伊學佢會上人看。伊看咧，伊叫人知講無對路了，伊去叫佢伊師傅，叫你師傅來看。伊師傅就看掉咧，伊師傅搖頭，伊講即個個咧是垃圾，伊講安尼講。
垃圾小英嚟，伊講你看，伊講嗰啲。我就要做一個 exorcist 互路人，伊講，若是講路人愛啦，伊講安尼講，如果儂所有買呢，路人教也無好了，伊講，你知？哦，一歲啊，就是講。背咗路人背出來個了，一背入其實一背咗路人教出來，伊講安尼講，伊講佢巴士會端嘢事嗬，嗰啲巴士會嘛協咗隻小英本同埋是唔是？本有。小英嗬。那對嘅事嘅時候，伊無相關嘅。哦。佢嘅事嘅時候，伊搞得水水嘅喎咋。對嘅事嘅時候，伊搞得成個嘅，搞得成個。喲。切個佢特別對出嚟了了。哎呀。然後après咧，後尾時都就係喂 supervisor 甲舊文講出來，個佢互人聽。伊無講佢查甫面前啦，個佢話係查甫嘅會搞得伊講啊，伊罵我咯，伊講你知唔知？好似罵講，我佢都白白摘一個點事係事，伊講。我看目睭，互我就開目睭在時哦。伊講啊，就查某慢慢行，我來為安尼。伊講我上個條路來，我都甲你講話。伊講我都甲你講話。伊講都暗安呢，到尾伊個邊個面出來互我係時一笑，伊講一笑佢伊面，伊講佢行人唔是成個人嘅面嘅，安尼講呢。伊講我無才聽，伊講我走，我底褲都未去借，我走，伊講安尼。喲。然後我講。我嘛有叫你，我直直一手個你爾，你無看我爾，我講我嘛是走，我 sorry 啦，我講你，我叫我嘅事，我講你講。แล้ว嗰時，你講啊，แล้ว我到對起你講我驚，講你，你知啦，แล้ว我咪是內查某公司一個辦經嘅咯。แล้ว伊呢，就是有路個我係 manager 嘅咋。伊驚了，伊唔敢困，喺個辦經，伊走去找我係 manager，因為大人就有路嘅嘛。喺度解困。有路咧，伊就講係咩？正3倍，你聽。了。正好3倍咧，嘛是被咯，伊嘛就講伊被困咯，困咧，伊講差不多上口杯路邊嘅係哦。如果佢哋查某啲過去伊個 in between 伊個 manager 甲伊個代表位啊，啲塞伊可以出去伊個做家位。佢就本來都大啲個做主位啊，無面層嘅嘛，伊是。啥伊咩做啥伊做家厝個佢個榻榻米位呢？到啲托卡嘅呢？可以管得嚟，呢隻臭超是嘅嘅呢？是講直接塞喺出。係插超啊！可能啦，伊唔係可以管做，伊唔係可以管，佢大波就掉了。你伊梅伊講阿咩數亂呢歡喜，伊講。你喺個大波度做食夾頭，就講 BB 呢，就可以管嘛。伊都對嚟講係大波都在管。伊都在殺伊咧，伊講伊個查某鬼樣講伊講，阿咩事亂呢歡喜伊講，真正歡喜嚟講，你看，伊講伊就逼去看迄個查某鬼嘅面，伊講伊倒車驚起來，原來迄個面是頭媽個去迄個做水位看到查某嚟講，上一個人來，你就倒車驚咯。你要甲你講穿衫，穿有頭毛，穿衫，是咪？你要甲你講對款成種。伊都是穿咗對上款，即係學得即係本來即係白蘿蔔要加加，都是上款嚟份。佢就咧頭毛三三萬，你睇等補補嗰啲阿妹啊，都就係一看冇咪病，冇咪病嘅啦。伊看咗伊看咗伊邊應啲樣本來係starr，樣裙嘅時候，其實細ผ้開綁掉話幾樣嘅頭殼頂嘅嘛，冇冚嘅嘛，本來 starr 嚟看啦，咧看咗伊邊，所以伊係前咗即係查某鬼哦。上邊街，或者係查某嘅就最特別喺國外嘅。要幾驚？要我希望冇幾長嘅。要 OK， 等陣，個等，或者老朋友講嘅事看。要這個驚咯，這個數。但係我 continue with the exorcist 嚟發頭。OK， 看咱到底咧，然後老朋友講咧是那個接嚟，按照看你回想，按照咁樣解你估嘅即係槍對人嘅故事。啊，當然老朋友呢？這邊老朋友你講看，你聽到時你是聽到我鬼故事，你是俾講鬼故事，是你個親身經驗對成個一本後嘢啊。呀，對。OK，來你慢慢講，來甲我講。我是係講是迄陣我做查某囡仔啦，做 teenage 啊。到啲馬來西亞時啦。到啲馬來西亞時，我甲我同學吼holiday 嘛。放假。放假，所以我哋去即我唔知你捌教過無啦，迄就講一個碗你跟對嚟位，一個位就好啊，嘛看人數。你講。
了，我是較 from 細聲都冇 Klang 問講呢，我你咪，較遠都冇幫你咪。OK，啊我是from Klang 搭巴車去啦。啊 So 頭一擺看到迄 hotel 吼是啊歡喜咯，頭一擺嘛。啊 So 迄 hotel 是袂奇怪哦，是 from level 1吼落去 level 7吼是成個 underground 落去的，你知無？啊 So 我人check in 呢陣吼，我人 level 是 level 6咯。啊 Level 7是ground floor 了啦，啊你唔是 ground floor，你落去 basement 呀。落去 basement 你看會行啦。So 我人到迄 hotel 迄陣已經 afternoon 了。波。So 我人都俾解釋，都俾解釋者啊！冇能夠講，佢 email 教我講小簽。會到。嚇，嗰個 Apple 啦，應教你劇站嘅時時啊，差唔多 Apple 了。太 too late already to I去迄面頂嘅白膠嘅地方了咯。而且你要叫小暗咩啊？小暗了啦，小暗冇去咯。所以我人地虎去白膠條。白膠條 OK，白膠條。了。了，我嘅 classmate 就甲我講咯，無我人打包佇我人嘅 room 食飯嘅啦，for dinner。所以但是伊邊段伊買去，你知無？所以伊講，你去啦，你去打包。所以我家己是人去到迄陣已經4點半了啦。Apple 4點半。Apple 4點半。所以我去見落頂吼 ，restaurant 打包迄陣吼。有差不多半點鐘，你看啊，我個落去咯。但是迄 lift 我入去 lift 迄陣吼，成個有風，你看吹外面，知無？吹接來電梯裏面。呀。了。迄陣本是from reception 嘅 level 啦。lobby 嘅位啦。聽無？到你 lobby 嘅位啦。lobby 嘅位要對。了。所以我無啥物感覺到有啥物代志啦。所以我之前落河 level 6吼，伊直大 level 河落去哦，直開門無人，你不得知無？哦，特站有會開啦，特別無人。呀。你是起還是落？你是起啦，係我到底第六站起頂面呀？唔是落去 ，sorry 講錯啊，我是落去 from level 1落去 level 6。OK，你大只得你房間是第幾站呢？第六。第六啦，第六站啦。然後等你被起你 lobby 就對啦。呀。OK。我冇落去啊，我打包了冇落去啊，你仲我冇落去啊。你打包是第一站嚟呀，第 lobby 嚟啊。對。OK，所以你是看到一搭站開門時，你是第房間要被起 lobby 嘅時，一搭站開，還是你打包了落來時，依家直開。我打包了落來。哦 ，OK， 所以你是 OK，你等你打包了好時啊，你對咪落到對你去房間嘅時啦，一搭站門就開，嚇是幾點呢？5點幾呢？5點幾嚇 ，OK 了，我聽你接你講。4點幾5點幾啦。了吼，到我 level 迄陣吼，我是感覺到吼，個你嘅feeling你知無？成個 suddenly 後尾吼有幾百隻嘅物件，拿我後尾對着我，你知無？哦，這是到底電梯那邊過啊，是行掉出來？電梯那邊過。哦，所以嗱，實個只物件到底後尾咧，雜咧，特別你一人嘅啦，到底電梯。對。哦，奇怪。OK，咪問下我，較遠淡薄你咪。So 我差不多我 lift 一開吼，我 lift 一開吼，我是行吼，先行是慢慢行啦。後尾我叫了時候，我看後尾吼，我是看個啥個有四個頭啊，你看你那個 lift 嘅門口迄度啊，背佇我後尾。喲，四個頭啊，人嘅頭啊，你看啊。呀，看不到面嘅啦，是看到一個。頭毛爾啦，喲嘛自擺，我計驚啦，當叫。哎呦！所以啊，我是驚噶，我亮咯，我直直走。燈頭毛是啲頭毛？我唔知了哦。你是佢條頭，你看撲掉來，到啲人推嚟對掉落來啦。呀，幾粒4粒啊？你講？4粒。了，你做咩？你不講咯？講咯，我講個大聲咯，講個大聲了我到我嘅房間迄陣吼，我嘅 classmate open 嘅door 啦，是講
tiếng亮呢大聲啦，就看到我咯。我迄陣是未講話了啦。我叫佢講。無聲啦，是。呀，come on，你打包你打包嘅物件有幾條？有，個有。個氹子啊，嗬，個唔加扮起俾物件，個唔加客緊。看到鬼乜嘢打包啊，乜嘢打包物件對房間食。OK， 所以你打包對去接個去房間，你叫你朋友看咩開門啊？要較快，你就對個口等嘅時你冇驚，你你就唔會來對啦，你啊。我冇笑掉，我冇笑掉就冇笑掉咯，是講吼，入去最好就是有人啦，唔係我家己一個人嘛，對無？所以我甲伊講吼，開門，莫開門，你知無？所以伊是問我講做咩代志，做咩安尼串？咱幾個人攏是兩人大一間呀？兩人大一間對。OK 了。我甲伊講，我未講，即個我未講，甲你講，我講等陣個甲你解釋嚇。解釋。後尾我是講吼，最好是莫講好我講，下當時我驚女朋友驚啦嚇。呀。了伊甲我講吼，無驚你我人食了暗暝吼，人去 disco 啦，因為下骹有面頂有 disco 嘛。我講我莫去了，我講我有代志，我無爽，我會困。你還是條車驚啦，是不是？呀，對。真誒，我食飯我無講一句話，我誒 classmate 真突然話，你知無？因為我無愛講嘛，我是驚甲。伊個唔知係咩事咧？伊唔知係咩事。了後我甲伊講吼，我會困。伊就講我無爽咯，我做嘢也 boring 咯，來到安尼會了吼，無甲伊佚佗啦，我講。sorry 啦，你愛去你家己去啦哦，我是未出這。攏是兩人咧，攏兩人去咧，係啊，攏無參別人。呀，two girls，呀，two girls。了。了伊到11點啊，你看吼，我人困。你有家己出去哦？無。你無家己出去 ，OK。無，了我困迄陣吼，11點幾吼。我有聽到成個 bell 你看咯。你知我人死人 funeral 啦，我人 Chinese funeral 我人嘛有講情況成個微笑，就有ring 嘅 bell 咧嘛。我隨佢有啊，等陣，隨佢。Sorry， 我成個 ice cream 你看你。等我隨佢。嚟啊！冇。cut you。我隨佢。安尼。呀。喲。你聽到咩聲啊 ？First 是上個回啊，你看你聲咯。回來啦。回來嗬，剛剛你是按在叮，接掉是咕咕叮一擺。冇接掉，剛剛我驚，上個搞我驚隔壁呢，你安尼貴。你直來，我拿我呢哈呐。呀。你好嚟個你邊人做啊？差不多咧就有人上個有學校念經咯，我聽到是念經嘅聲咯。我唔知到第時啦，我目睭未開，我先上個當上個有人有物件跌着我就是了啦。我未開，我未頂當未開目睭啦，我未頂當就是了啦。了。到一聲過念經迄陣，人講華語啦，伊講華語，伊講你們可以出來，哎呀，你們可以出來了。哦，人講你們可以出來了，意思是講你人會使出來了。呀！你聽到有人講啦，係呀，一聽到就是我未頂當，你會曉袂？我未頂當，所以我聽到時吼是講吼，有人哦佇個我人嘅門嘅room 嘅外口吼，亮嘅 bell ring 嘅 bell 就係多 bell。滴ring 吼，差不多吼有一個大步嘅聲啦，伊開門吼，伊就講出面人你人換來，伊講無嘛，有淡薄代誌嘛，你看咯，兩個查某嘅聲。所以大波是那邊我人嘅 room 嗬，開嘅門嗬，或者兩個查某入來咯。所以一個查某嗬，伊成個行去我人 bed 嘅 side 嗬，就講，伊就甲伊 friend 講啦，講
哦，这两个查某困甲啊趣味，你看咯。哎呀，你當佢聽到，你再講，你聽到，嗰特別你目睭未開啦。也未叮當就是啦。所以你今日你聽到，嗰啲成個人接嚟你房間咁物件，特別你未做半行啦。呀對。哦，你奇怪咧，你就去講。對，大波是講快快 start 了，我人愛拍目睭了，查某就 complain 咯，伊講我人逐擺拍本是3箍，做咪叫第4箍來。哦。大波就講白工啦，你看咯。白日意思是講白日。白工。迄個真係比較聽人咧，迄個白工是講白日意思，白日咁嚟拍嚇。然後當然，我伊攞你查甫嘅聲，一個查甫嘅聲，然後咪拍麻將，3卡麻將，對。3卡麻將對。啊，然後。拍阿姑哦，你特別你聽，你當 continue 時時條聽就樣拍掉麻將。我是無困着咯，真誒我是無困着，但是我目睭未開爾，你知無？哦。就好time我是聽到人拍目睭爾。特別我問你，等陣我 confuse，你聽到你特麼嘅聲咧，叮叮叮嘅聲嘅時候，然後你聽到成個回聲念經嘅呢？呀。然後念經過嘢時，其實個聽到嗰啲人。變做你一叮叮叮，變做你每正嘅聲嚇，還是聲嚟？你 doorbell 是其實變做 doorbell 聲。No， 是人成日會笑愛念經啊，嘛有卡嘅bell 咧，你看你看你聲咯。所以你其實個 start 聽到你回聲聲，其實個聽到嗰啲人講拍麻雀嘅，嗰三個人講話呢。I think 迄陣我已經。困起了啦。哦，所以一陣這是你想比起這個比這聽起來是就聽到你兩人講，我哋三人講話啦。呀。OK， continue 落去講。所以我當擺是聽到是講碰啊、發財啊，你看你物件咯。你人講廣府話是講華語。參咯。參廣府話參華語啦。呀，成個平常人你看啦，拍目睭啦。到甲一時吼，我是聽到伊表嘅聲了咯，回來回甲我迄個幾邊你大聲，成個愛不格了，臭伊人了，所以啊，迄個聲講，無你到時陣了，你人就愛轉去了，我是講華語啦。哦，到時間了，你們要回了，你看咯。哦，講到點這個實對啊。呀。所以爸爸叫嘅人啦，講 OK，馬上個 start，你看咯。哦，但我唔會猜看成啊，你是唔是講？喲，你到這裡，你OK，你等陣接去講成，你 continue 講，你幾時腳請起來？要差唔多有 few seconds 你看咯。我感覺到我無人跌掉我了，我起來啦，我看你時間是7點。早起呀。你知吼，那迄個地方哦，7點吼，嗰是暗零咯。所以我到嘅一個 reaction 就是我走出去balcony迄度吼，我看隔壁有人無？You know left and right，甲 bottom 甲 up 你知無？我等咯，我靠等咯，等甲。你到底 balcony 嘅，是到底咧 corridor 嘅，到底？balcony，我家出去 corridor 咩？然後等下我 classmate 起來，我 classmate 問我做咩你嗱外口等你無驚寒咩？我講有淡薄代志啦，等陣我甲你參詳啦。So 大家到8點幾啊？你看咯，我成個小人啊！你看咯，我看隔壁真係無人啊！我個how to say climb over 啦 ，climb over 是講家己一人climb over 看咯，看有人無咯。你做咩是要去擺過去看呢？我是愛看，我是愛聽how to say，哎呦，我福建是老黃。我個聽到咚咚嘅聲浪聽到。我是愛看proof 哦，我是毋是吼 imagination 是家己聽到嘅咯。你看咯。我聽到鏘嘅聲。無聽到，我是講愛 check 啦，看有人無啦。我是講吼 ，maybe 吼隔壁人拍目睭啊，啥物吼，太大聲你看咯。了，除了看無人咧，安怎？了我甲成個破病你看咯，無爽咯。
了你拉萨先哦，无叮当咯，规人甲线塞起来看咯。啊。Then okay, so that 你 friend 講掉。後尾有咯，甲我 friend 講着咯，我 friend 本條車行咯。伊無拉薩條半行啦。伊無拉薩條半行着，無拉薩條半行。哦。了你是聽到你聲，個了是唔是個了是鬼來個了啦？你叮叮叮嘅聲，個是迄個啊。我小講是咯，因為我甲伊講迄 corridor，甲伊 lift 迄陣啊，講看到是入頭嘅啊。我甲我 friend 講迄陣我 friend 就驚咯。我 friend 就驚咯，了我人靠互落邊，我人唔敢出去嘛。我靠互落邊嘅 manager 講我嚟換房間嘛。伊甲人講什麼加 fully book 咯。哦，個了啦，無位啊。呀，我甲伊講無可能啦，我講隔壁路邊本無人嘛，無人徛嘛。了，伊講無可能嘅代志咯，伊講未甲我人換房間咯，未甲我人換房間咯，所以。你攏是拍算要大幾日誒？3日落暗。OK， 3日落尾啊。了，即係頭你是幾啊？我才早起你都拍電話互你即個落邊嘅人講啦。呀。你安怎啊？我甲我 friend 講，我係對厝了，我無。呀，這是啱是唔是日本佬伊嘅厝咧烘煤烘咧叮。呀。是你嘅位啊？即個老。喂。哦 ，OK， 是我計記啦，我實講，做乜你講叮，我當個叫我冇聽，你聲冇聽到叮啊，是我。OK，了下咧就會講咧是幾日咧是全部咧就好啊，全部房間換咧就好。我甲我 friend 講我係對咯，我係登記咯，我 friend 講 OK 咯，咁你看咯。了直頭 check out 啊？直頭 check out 呀。哎呦，吉利！了 check out 是你叫人來陪人出去個卡，是直頭白啊，看咩撞去你 corridor 就撞去。冇我一 check out 我人叫人攞嚟做 housekeeping 嘛，對冇？個有人嘛？有人是個做謝出啦。呀，對。哎呦，吉利！了你這是幾歲是你個？哦，16歲啊。16歲，中午好呐。呀。哇，驚咯！可能 I think 我被 edit 咗咯，之類，特別 edit 你名，叫人講一下你名，我就頭整個 edit 佢。edit。了你是。你對起來是個有數啊，就是對起來是有破病啊沒有？對起無啦，無數啦，但是我常常本有受到迄代志咯，常咯。你想到就驚，想到就驚咯。呀，想到就驚，對。哦。แล้ว你當今第一件是係咩鬼？第一件是四粒頭呢？是呢？係四粒頭係啊，四粒頭。四粒頭是第一件，伊是到底灰四粒頭衝掉啦，還是怎彎路？到底咧電梯有一頭衝個彎路啊？嗱，無啥我就是也無講阿灰咯，成個。伊是落3米，你看咯。特別伊頭背掉來是快背掉來呢，還是不會慢慢的？哦，慢慢鋪掉落來啦。呀，你邊個去看時，你是有哪看有哪驚啦？直接咪 continue 直撞啦呐。直撞咯，是咯，3擺我係nasi goreng 本you know 流汁。叉背接嗰陣流呀，好笑，所以OK，話吉利，等我看我點先看。OK，你當今 OK，你對起啊，我覺得都 OK 啦，冇事啦，對起啊。對起迄八嘅 story 啊，八嘅 story 啊，其實當然學日本佬語講就成，日本佬語講到對你大媽你去學會上你看到小應該啦，嗱啥咩是學會上看咧，會上講到特別教人落嘅，即係教人請來幾招嘅，會告訴我叫日本佬語教人講到對。
日本佬伊呢，แล้ว你當然去，你講特別叫大店十幾人，定住講去迄個抓水鰢面叫講做隻規定人做隻東西嘅了，去看伊。叫對個了，伊叫講收影就俾嘢對嚟個了，插伊嘅 film 伊講你就俾可以笑下個了，伊講，然後伊樣嘅對調，伊講，แล้ว個了叫興就對收影個了，插伊嘅 film 個了叫去學會上咯，แล้ว會上講俾可以3節。伊要 prepare 伊嘅物件，個了用地講收濟咧，垃圾物件收濟講，即係 lost 所謂講即係，咧 after that 時嗬，迄個咩時嘛是，個了暗咩時，伊叫我個了倒轉去伊暗嘅位咯，了迄點時時嘛是零天啦，零天咧時嗬嘛是，伊嘅師傅就 start 伊去念經咧，你個樣係日本啦嘅即係bell 啦，伊成撥到會抄呢款嘅呀，清嘅咧，神經個 bell 呢嚇。แล้วอีกอย่างตัวอย่างที่ฮอตละบ่ได้ฮอตละบ่ได้ดิสโก้อ่ะไม่ใช่ดิสโก้อ่ะเนี่ย是唔是呢？咁呢會上緊呢有，แล้วก็會伊嘛有伊個即個豬樣嘅，即係煲豬啊，伊嘛呢，咁呢去念經嘅啊，แล้ว伊嘛有伊個馬卡個了啦，伊個即個會上驚個了，大頓個了啦，แล้ว after that 時嘛是拎起頭個了冚咧，嘛將咪隻家咪個了咯，แล้ว伊念，แล้ว伊甲我講，伊甲我個了講，伊講when 伊念點聲時，伊叫我人講手就會啥，別人講翻擺冚念咱手起來啦，別人講翻嚟post 啦，講，但是講 anything happen， 但是你有感覺到 any 本，你手袂使放落來，伊講，你對啥別人講嘅手肯冚掉你手起來，講，แล้ว伊就直念了咯。แล้วจะเลี่ยมเนี่ยลูกก็อันลิงพีเตรียมเสียสีเหรอคันเลี้ยวว่าลังกุยนาเลยคันเลี้ยวสังก็กำกัดเดียวสังก็จะลิงห้องที่ช่วยกุยไรสังห้องสีกุยห้องสีที่ช่วยรู้ในวันนี้จ้ะอีเซ่อันนี้คนที่ห้องที่ช่วยคนไหนอยู่จ้ะแล้วก็ไปว่าซูเปอร์วิเซอร์ห้องยันอีจะสตาร์ทแล้วอีจะฮาวแล้วอีให้เลยสู่ที่มือเยี่ยวจ้ะตัวฮาวมียองอาไม่สู่สู่知影啦，你就講起迄個 supervisor 成句出來啊啦，伊說父母伊講，阿咪數路做咪數路好，你迄個 supervisor 伊好，伊講係咪？伊講我心真係痛，伊講迄個房間呢是我嘅房間嚟，伊講呢，伊講即個查某甲即個查甫，伊講來我嘅房間淨3擺，伊講淨3擺係日本啊？日本有只3擺咩？做愛嘅呢款啦，又無講淨3擺啦，又講做愛嘅呢款啦。用佇迄個房間內面嗬，伊甲伊嘅愛情嗬，個伊迄個房間啊，伊愛情甲伊斷落啊，個佢好似咩？甲伊淨3擺了，個佢伊迄個房間內面甲伊斷落就甲伊分開啦，伊真激心啊！伊家己自殺，家己死，佢迄個房間嘅位就係，แล้ว that's why 啊，即是咁樣通過你嘅 supervisor 講嘅伊只部機 supervisor 係先了，伊只部機伊先會啊，就你講話用伊嚟講話咯，你講啊，伊就所以伊講伊真係唔敢嘛，伊看到別人咁多 happy 嘅呢款啊，個佢即係房間啊，伊講伊嘅即個 memory 倒轉來啊，伊講伊心真係痛呢款嘅就，因為伊愛情斷解伊呢款啊。你家己自殺，家己喺房間死咯，แล้วก็ไปตัวตุนกันแล้วคุยหน้าเลย朋友กันแล้ว本來有嚟都好，แล้ว你สุภา你師傅啊，伊就知了，伊成日講伊用伊腦呢款去聽人講話呢款啦，伊無名會咧，伊講大聲呢啦，師傅可以人กันแล้ว聽啦，แล้ว看下幾大朋友人กันแล้ว手冚掉不對樣，手直切嘅呢，แล้วยัง把腰直撈咋，แล้วที่師傅就講大聲呢啦，伊講路人就嚟一班嘅呢，唔通來做人這邊嘅人，伊講路人呢有路人家己嘅世界，路人是往死，路人袂好對，唔知路對呢，伊講安尼款嘅咋，伊講你查某幾大好嘅咋，是不是成古代邊嚟？講伊唔愛走，伊講伊唔敢慢，伊講伊講意思伊唔敢慢呢，แล้ว你師傅就用伊個豬啊。係佢頭殼係可以啊，你就念經咧，伊就聽咧就好咋，好咧講唔係唔通做啊咧，唔通做啊咧，伊講嚟關你咋，然後嗰啲師傅講伊咯，伊講你就要 give up 啲 hatred，伊講你別使講等
人安尼款，伊讲你着要诚心安尼款，你倒转去你家己嘅所在了，伊讲安尼款就，了个尾迄个查某鬼甲甲嘛讲，伊讲 OK，了个师傅甲举伊迄个猪啊，去头壳打你头，买系头壳了个尾是，咧师傅讲咯，咧师傅甲迄个村诶，甲了迄个伊个迄个。垃圾物件，甲了啊，就把叫朋友啊，会朋友，为甲了甲样嘅好啦。伊加佢，伊冇定一隻呀，個白梨啊。白梨，伊都白梨，甲了，伫迄個時候應該一笪笪甲了樣。哦，冇相隻啊。冇相哈。伊講話是一間呀，甲啦圖你 supervisor 只有講話是一間呀啦。啊，是八隻甲了講話。哦，伊哦。白嘅冇講話。無咩愛講話，你知無咩愛講，把對樣驚了，樣上加樣啲垃圾物件哈，樣上加有即個有管有架呢，反正甲一個是紅，甲一個是無夠紅安尼，反正樣本就一堆做一個下頂，一堆哈，樣一堆起來，咱把拄你看到誒，咧迄個樣我看你樣有咧樣個了啊，甲啲老闆要求啲車無對班呢就。喲，嗰啲嗰條日本佬語斷嘢喂，日本佬語先是斷嘢係啊，冇事啊係。然後咱特定學老朋友是 continue 講下，即係日本佬語斷嘢，就咱可以接到斷嘢，但係講幾個數是愛斷嘢。你 OK， 當然老朋友講，但係接是講你另外一個告訴你。我另外一個是我做工拿北啦，唔講啦，不打講小明，唔使講白嚟話，是講我大陸啊，唔講大陸啦，就講告訴你啊，我驚佢哋叫 edit。啲south 啦有一個 beach 啊 ，very famous 啦，隔壁馬拉克，我馬拉加明嚇，差不多，然後我是做 construction 的嘛，起厝啊你？起厝我搞 development 起一個 hotel 啦，唔使講名，唔使，慢講。這 hotel 是參 apartment 咯，然後有一暗號 after work 嗬，我參我 colleague 去卡拉 OK，然後我 colleague 就伊人本是徛佇西啦，但是無我安尼貴咯，我是 very close to a site 咯，誒 hotel。你起厝嘅位啦，呀，迄個 company 吼，互我一個，迄公司互我一間 apartment 吼，佇個 hotel 伊人 develop 個 hotel 迄邊徛啦，因為我一個查某嘛，就咧什麼大波嘛，所以我 colleague 吼 after 卡拉 OK 吼，伊送我一個另外一個 colleague 對厝啦。So 伊搬落互伊落去陣吼 ，get out for，我是話去後尾看到吼，伊落車迄陣吼，immediately 吼有一個 couple 吼，一個是查某，一個是查甫，穿古裝的衫褲。哦，即係古裝嘅衫，即係唐人嘅古裝嘅衫。呀，對。你講看是安怎嘅古裝嘅衫？安怎款啊？查甫咧是一個。啲帽咯，頭鬃，and 意思係入啊，是唔是入啊攞嘅事啊是？冇，咁 modern 淡薄，咁 modern 淡薄，你意思衫是你看攞地呢拍頭整嘅衫，要撩呢，拍呢，嘢搭波衫，是唔是長嘅？搭波衫是長嘅，但是我睇人拍功夫嘅衫，啊。呀，成個黃飛鴻嘅衫。黃飛鴻嘅衫下了，你查某呢？查某咧是穿白色嘅咯，看無面咧。但是迄查甫咧，我看到咧一邊是 skeleton 來嘅。一邊啥物 ？skeleton 啦。skeleton 啥物？骨頭啊。哦，係 skeleton 咧嚇，骨頭面咧啊。呀。你一部皮啊，佢裏邊是骨頭啊，嚇有。所以我掉車鏡，我一下爾，眼看一掃爾就看到了。所以我未講話啦，我未講話嘛。所以我你幾歲？你當幾歲？直接幾歲啊？我當。我阿面你看到這是幾歲啊30歲咯。30歲啊？了。
掉。你咪是掉車驚啫啦，你甲你另外一個你看車個你講啊。無我個你知影我大部時本掉着即款嘅物件誒，看到我how to say 你面色變啫，你面色變嚇。伊就甲我講，你莫甲我講你看到啊，若是看到你點點。OK， 若是你看到叫你點點了。了我講，我是講 OK 了咯。了伊送我對我嘅apartment迄邊徛，我嘅apartment位愛我徛伊度啦。because 但擺本有代志發生吼，伊人吼害咗一個格林啊嘅格吼，做條 opposite 我徛嘅 apartment 你知無？即係過掉曬家家咧，過掉邊嘅 construction site 啦。即但是咧，迄個格咧打咪本是麻木。啉酒麻木。啉酒麻木。所以無插啦。所以我一落車迄陣吼，我朋友就講吼，你若是有代志，你打電話互我，我就險會趕緊過來啦。我講好咯。我冚車門爾，我看樓頂吼，因為伊是apartment hotel嘛，有 upstairs 嘛，我就是目睭掃去，我看到一個烏嘅影，烏影目睭是紅色嘅啊。哦耶！我未頂當了咯，了我看我話去後尾是愛兩位朋友吼，兩位個力吼，我個力就走去了咯，海會了聽無咯。所以我看起是毋是 imagination？ 毋是哦，我是佇迄度徛着看着我，所以我行一步，伊行一步，所以我行第二步，伊本行第二步咯。我走咯，我行我的鎖匙，我走去開門咯。我開門吼，我開門啦。了未頂當一陣時啦。伊對你走嘅時候對着你走本啊？呀！你講伊是你看到伊只是規人是烏影，你目睭紅色嘅。呀！你烏是 shadow， 伊是人嘅形呢，係啥物？怕無形哦，一個我看到目睭噶。你是到底倒落去看到？你那是你看我是若我 parking space 啊大嘛。所以我個你我當時哦，伊互我落車陣哦，我落車你看。看門一看掃，我目睭是看進去嘛，你講呀。所以安尼就看到有一個影，我那目睭紅色嘅啦。伊彎路哦，還是怪遠淡薄。我看有差唔多less than 100 meter 你看咯。OK，有無講我甲你近嘅啦，你是看到你目睭邊啊看到像烏嘅影然後呐。你目睭邊過去看到伊烏影，還是你無物敢看啦？你看到烏影，但目睭堅嘅看到，你就驚啦。first 我看到咧，我是講吼，是毋是 imagination 咧？但我邊過去看，邊去看，愛叫我嘅 colleague 啊等我咯，you know call him back 啊。但是咧，伊走去了哦。了走。了我看起佢咯，是毋是 imagination？ 毋是哦，我是佇迄度徛。伊是到底頂面看落來，還是到底是甲你上班 level？ 頂面看到來。所以是鋪了，你看呐，所以無當到頭殼。無鋪掉成個人徛到個 corridor。到底 corridor 會看落來。有咯。你行一步，對你行一步，對你行一步，哈。你接起時，就面是接起時是你就起樓梯一個接你門，還是你接門物件到底頂面嚟啊？物件伫面頂，我是第下骹，我是。哈，了到你接門嘅時，你咪是有無半人咯？你接門嘅隔啦，伫我嘅門口頭前嚟嘛。了，你手會轉咯，上面夾手指夾未掉呢喎。會有咯。你等開了沒？老酒啊？呀。哦，我不老啊，我看。我不能老酒。แล้ว就轉嘅接，你是你個另一部妹，你個係咪數咩？冇啊，伊醉了哦。醉咗點嘛冇掉？
嘛冇困去啊。哦，你 OK，當見你接觸了咋？接去了，八蚊是，八蚊是 duplex 使啊嘛。啊，有幾樓頂㗎 ground floor 啦，我是困 ground floor 啦。啊 So 我坐條我房間 for about 10-15 minutes 你看咯。啊掉我念經咯。啊，你念係咪經？你成咪教好教嘅？冇啲啥。啊，唔啲啥，係念好經啊！你念完咗念係咪經？南無阿彌陀佛。呀，南無阿彌陀佛啦。迄陣我唔是真正冇啲數，我是講我當擺有一款嘅物件吼，我嘛甲我講你念經啦，念阿彌陀佛咯。啊，未哦。啊，未啊，咩意思未？念未出啦？唔是念未出，但是fear 嘅 feeling 嘅驚嘅 feeling。哦，未走。未走。啊。So 我講死啊，唔要緊啊，我去裝水好啦。啊。我愛裝水陣我行吼，行去邊我嘅bathroom 吼。啊。有一個查某嘅聲啊，我比較耳驚喺度講，你看咯。我見你查某嘅聲。是查某聲嚟。你講 Android 聲，嗰做過一擺嗬。見你呢？真嘅，我是驚噶，我驚個我心吼，成個愛鬼嘅心愛落出來，看啦，愛跳出去。你這是你個幾個人到房間嘅，你係走嚟去啊？佢講，呢？呀，我on the way 去 bathroom 你聽到聲呢，你冇看到啦。呀。見你呢？了 continue，你咪是真正驚你落考哦。有咯，你又知。對對啦，我唔考啊，唔得住唔考啊，就是啲鬼入邊啊，我唔考啊。有時你有那考那老酒，然後有差輩，有沒差輩。冇。差輩是拜告訴頂住你，白你，較早是講嘅。OK，然後你這邊呢一刀呢？你聽到一刀呢？一刀呢。So 我入去。趕緊泡茶咯，裝水咯。你裝水時你唔是嗰個驚咩？你想你要裝水時你水裝時你冇想講往時當搭車頭毛時上補頭嘅時係裝水你把水在冚時你驚嗰陣開把酒時到底你面頭整打出來，你都冇驚呢？我冇冚把酒啊，我冇水頭，我是跟他裝水呢。哦，然後你那裝進去時候噗就係你要裝水，這唔是你做咩裝水你驚死呀？冇，因為我做工做。full day 了嘛，我去卡拉 OK 啊，你話。哦。你 after that 呢？你裝水過了呢？裝水過了，我 quickly 跳個我 bed 喺度，鋪個 cover 困咯。But 成個every night 啦，成個係打咪盤啦。我會 feel 到嗬，我係成個我靈魂啊，還是我係背，you know how 成個我想感覺自己會離開你辛苦呢，那成個撲出來呢。呀，成個有一個物件叫我出去我 body 你看咯。到早起吼是，早起不相款啦。到早起愛提供了吼，我會感覺到我自己卡到我的心靈吼，我可以讓成個滾嘅所在看落去我的 body 你看咯。啊咪，這是打擺啊，打早起啊。打面，我會感覺到我自己背。這是個 after 你看到你怎麼呢時候，我看到我是聽到呢。哦，對，你聽到你怎麼喝過嘅時候，你就打咩？你就困嘅時，你就攞啥補啊？我是講，迄暗咧，我是困甲成個 normal every night，我成個你看啦，我感覺我自己 body 背去阿搭迄ceiling你看咯。是你出頂嘅啦。你鋪起出頂嘅時，是你面向啲出頂，還是你後背向啲出頂？你會通看落來。我冇看到，未開目睭哦。哦，你是感覺到鋪呢？鋪起啊？鋪起咯。你這是黑一暝一刀呢？你還是特暝本身呢？特暝本身，但是迄暗咧無聲喎。迄暗暝咧，我是講我驚，我聽到查某聲，你看吼。較緊裝水吼，裝水了我跳落看我的 bed 吼，補我的 cover 咯。我的 cover 吼，我未困哦，
我是講我唔知死我唔知愛買卡電話甲我嘅哥你講，叫伊趕緊來找我啦。來陪你下了。了don't know how 啊，我困煞去咯。困煞去到半暝吼，呀，到半暝吼，成個有人叫我嘅名，你看咯。伊叫大笨鳥啊！呀，無安尼 loving 啊！伊是查甫嘅聲還是查某嘅聲？查某嘅聲。伊講你名，即你講無能 loving 嘅時候，所以講你名，大笨鳥呢叫啦。差不多是咯。了。了，我開我 cover 咯。然後我看到一個 shadow，我佇我誒balcony外口迄度咯，是一個查某來咯，無開咯。了我好啦，佢才好啦。了，老久。無。了我好，我叫我 cover 無困咯，到較早起咯。硬輪掉啦。輪到早起咯。即係你冇拍電話你朋友咧？驚。我是講吼，安尼暗了，伊個徛是差唔多10 kilometers 哦。上回咧拍勢。呀。你路聽到聲呢？你冚你陪檔起來時，你看到你開你陪檔起來時，看到代表跟你個口就而家查某，了是你再是查某，特別是而家特別無卡啦，你講。無一支卡對。無一支卡，所以一邊有卡，一邊無卡。呀對。伊是啦，殺掉時就表跟你看到了，個表跟你個口淡薄灰，你跟佢看到伊樣啦，伊 shape 你可能啦。對。了你冚掉陪檔起來咧，仲硬亂嘅嘛就早起去啊。呀對。你到啲陪檔入面好個困去哦。無困去，我弟弟你看咯，驚。你幾暝就幾點鐘你會記哦？未記啊！我是知影因為我係hotel是近海邊嘛，所以你知啦，嗱sunrise時陣你也看到山嘅嘛，對無？看到日頭哦，日頭一出呢，我趕緊打電話給我嘅同事咯。喲，記你我未你看啊，你很驚，你個別例經驗，你成個你看到嘅本了咯。看。本相關嘅，看到垃圾嘅物件。你到底你當今嘅大嘅國家捌看過啊？唔捌咯，但是 the last experience 是新加坡咯，2005咯，也是 last 咯，so far 無啦，阿未啦，出大家你是唔是阿未？無出你未看到啦，當然咪去換洪水換啦，未看到啦。唔知啊。等陣我咪鬧你新加坡嘅老白刀是咱講到底嚟講幾個事是咱講你新加坡嘅故事。好。你當基本上學等下一本留意斷去，然後學一本留意 continue 接去講。了。OK，咱當今日接嘛，from 只八講迄個師傅啊，後尾伊講伊要帶樣。甲伊樣去樣家己會倒轉樣嘅所在啦，有只。了伊個師傅嗬，伊嘛加即個我嘅紅棍仔呢款啊做貼身有只，做貼身了啊，你直念經啊，帶互樣入去啲紅棍仔嘅位個了啊，即個我嘅紅棍仔paper dose啊，你 after that 嗬，一燒樣，燒了咧迄個查某鬼啊。愛出甲愛去甲唔愛去，愛去甲唔愛去啊！咱迄師傅起哄伊啊，是起哄咱時哦，迄個師傅啊，舉伊迄個標啊，提搖啊，去伊頭殼面頂嗰邊啊，甲伊真正疼，伊袂打寒了啊，伊甲慢慢出來有咋？出來咧，嗰師傅啊，幫佢燒伊個即個做誒紅棍仔個了啊，了伊舉伊迄個壺啊，伊參甲伊個即個香，你一本仔嘛有點香本咧，伊個香誒即個香灰啊，參香壺個了回來，伊參起來個了咧吼，伊講咯，伊講我逐日念經啊，是帶樣
already 唔知咯，按照多對戲啊，家己世界嗬。伊講伊大概念經帶樣，慢慢帶樣去啊，看咯。咧伊哋燒迄個紅，嗱咧好勢個了去係時嗬，迄個 supervisor 啊，伊紅音甲倒落去塗骹去安尼款去有咋。แล้ว咧我朋友啊，個了嘅好老白油嘅啦，個了個掂去個了喎，個了冰晶上掂了，แล้ว個迄師傅去迄個 supervisor 甲食伊啊，可坐起來就對啊，打伊甲食一下嗬，伊就開目睭就對啊，然後咧師傅問伊講安怎都好無？人怎伊講安尼款，咧迄師傅咧迄個 supervisor 就講，我唔知啊，咪數，但媽咪數，伊講唔知，伊講我係感覺到。講我真呀激心，我真呀 sad 呢。講我直喊我唔知阿咪數，伊講，咧數講無數咧，伊講免驚啦，伊講無數，伊直掃伊家己安尼款咯。So after the incident happen 咧，嗬，in one of our company 啊，若是講有 company trip 係啥物啊，伊 never 講去做啲 overnight 啲 gathering 了，驚了。即係頭一擺做 overnight 嘅時候咧，拄着就可能。是咯，頭先掉安尼款咯，掉到你界掉到13哩，掉個了咯就講掉一個呢，個了掉個了喎，就แล้วafter that 是我人老師講話咪 gathering，我人可能做 daytime gathering，唔係講鬼名物件咧，แล้ว我掉一條數啊，都唔敢講學迄個多聽就，我喺 office 上講掉事啊，掉個白姐你 manager 個掉食，有冇做啲物件？嗱個朋國解釋嘅啦。無我就講上線咧嘛，就講叫，即係物件上線人講上線無上線人啊，人講話俾笑咯，講笑，笑咯，啲物件，人講笑講人成日話愛做下 company 嘅名成日吵啦，咪人講嘅就，驚咯，แล้วกัน那話人係 night shift 嘅人，為你知呢條數，為你唔知唔敢講出來，咁樣 super 啊你 manager 講唔使講出來呢條數，講掂起來，看咯，你如果講佢世界人聽到咁，特別冇人知你到底係做啦，唔知你是做。是啦，我講福建話又唔制嘛。特別就冇人知你到底係做根本啦，你一個冇人知你講事係咩？是啦。都唔要緊，唔係講就好，講就好咯。喂，講啦，肯定我哋 edit 啊，但我哋 edit 啊頭整嘅，問講大陸啊嚇頭整。我冇講。唔講啊！即係物件當今啊，我做工嘅所在本就係垃圾秒咋。係咩？我做工位哦，我幾哪裡看到就，咁你唔敢講出來，夠唔敢講出來呢？就我係你看到咩物件？做工位 waitress 啊，你看到咩 ？waitress 我係邊整嘅，旁支係查某嘅。我早起開工點先時咯，咁四個人開工了咋？即係。floor 嘅攞嚟，一 kitchen 攞嚟，可能有咋？แล้ว嘛是 floor 嘅waitress 又嘛是翹手啦，洗隻碗啦，做拖卡，出頭啱嘅嗬。แล้ว我 kitchen 人我嘛是做我嘅啲 kitchen 嘅物件掉。แล้ว若是我 kitchen 物件無物件，我就俾佢講嗬。伊 waitress 聽咪物件無，所以係使 stop order 啦嗬。แล้ว到我幾哪到我掉一本嘢，特別看到伊樣個穿樣 uniform 嘅嘛。我去就係經嗰邊啊，你看我走去叫伊，要佢講物件啫。點解就係經無半人嘅？แล้ว佢出來時講，我到一個朋友講，我當晚要吹好橋，伊走去就係經我翕就經無人。แล้ว我朋友就講，伊就無個去就係經，伊個去門口邊個咧。邊看到伊唔就係驚嘅就，幾哪到咧，若冇看到伊個叫邊去，我去叫，又是講無人嘅就，無人嘅，邊無人嘅，แล้ว我就想講，哎呀，叫唔到人，แล้ว後尾時，แล้ว先我嚟做工點時，我就捌拄到，就就會看到啲老伯個去我 refrigerator，我kitchen台邊邊入邊徛條啊，แล้ว頭我做工時，我就個緊張，我無個注意，我想講是人客接條所在來，我即門面啊，我就我去啦，就只不過係冇意思，我同佢邊去看，冇去。因為咧，我發現是都在伊都在橋邊邊位。上一老伯呢？上隻老伯，伊無講就名啦，成個飲咗上是老伯呢。有時我就會講，介意啦，就冇碌住個邊口出邊是kitchen嚟，有嚟講邊都教邊正人講，但係邊去伊就冇去。แล้ว佢開始好似揾10點時我講起條數嘛，就แล้ว我朋友講，咦，你看到啊？講呢，我看到咯，我講。แล้ว嗰時我朋友到時嚟講，我當時看到我大去對住佢門口去，伊即係個手裏邊這個邊啊，特別去看到咩看到一行過去邊邊去叫伊，佢嗰時無人嘅講呢。แล้ว嗰時喂 supervisor 就講，如果感覺上是好叫嚟講，我注意，如果話係為咗是你啊，伊做工學叫話係會啊，咧伊死啊就死啦，伊實間。
特早起倒對嚟，就伊唔知嗰意思啥物我唔知啦，就特早起倒對嚟扣手安尼款啊，伊就講叫做工去托病啊，佢驚呢喎，你當叫我人叫早起嘅，我咩事我唔敢出去門口去叫，人大聲去過來，有人嘅聲喲。伊人成叫落，當時叫落就，當時我去因咗洗面來喎，因咧，伊家人嘅聲，伊唔係用佢家己嘅聲，伊家人嘅聲咧叫落，當時我人做工無應去，就是梅咯，阿咩數，肯定講肯定梅啦係你唔係叫落，伊直叫落，你阿咩數，所以梅咩？你頭先我就嗰時我朋友叫嘛，你我冇有朋友啦，頭媽咩數定立叫我做工無應，我俾我一班人去叫落，因為我咪傻無應做工。你叫定到雜波，定到雜有一間雜，你特別夾邊雜波，講伊長 A 嘅時啊，到底等伊長 A 嘅時，伊咪是一間嘅長 A 嘅時，伊到底你刮伊刮到就是，伊到底在經咪是假你別人嘅聲咯，你叫。你講話，誒，我朋友就對佢啊嘛，你後尾時間變到對個件事啊嘛。冇伊迄個查某，伊講伊朋友對佢了，伊家知講唔是人，咱一個啊，伊假嘅聲，迄人有啲嘅喎。哦，哈，對，迄人有啲，我咪知道伊呢嘛對，我就知講就叫我讀看條路嘛。呀，我就無應叫我啲大舅姐，這邊我未去甲你講話嘛，我就日昨天阿咩事，肯定講伊嘛。你無啥，你在叫你嘅就。安尼看咱可別咁知哦，佢伊唔是甲叫你就，伊都叫別人本嘅喎，你可別往食飯店上話講起一條事哦。然後朋友咪講咯，我咪是對安尼看，你講安尼個設置，安尼看咯。你後頭咧是講阿伯喺老闆事咁嘢嘅喂，明你即刻甲人講咯，伊講我誒 restaurant 啊。伊就叫迄個死斜路位會趕那位嘅，就過人攏車死嘅有咋？哦，只垃圾點攏車就過愛掉後邊迄死斜路，就過攏車死嘅位所在來。如果話嚟所以嗱，你只安尼反正啦，係講 always 有啲 accident 死嘅人嘅，有可能是就可能垃圾物件來啦。maybe 是一個excuse 一個啦 ，another one 是可能啊，或者即係老闆是。個去即邊地區嘅人，咱嘛唔知喎。伊無做路半下，伊家己徛了，去迄成都嗰邊嘅徛了掛路嗰呢。伊特擺本是我喺成都嗰邊嘅。啊？特擺本是徛我喺成都嗰邊。成都大大咧。哦。喺特特徛我嗰邊邊嘅。我知，我聽講過啦。我捌聽講過，但是講嚟說，伊定到，伊是接落來是 restaurant 還是定到是別項物件過唔知？啊，我唔是，伊下股是人嘅。產啊，人嘅產嘅厝啊，可能啊，一個兼冇咩人做產啦，嘛是伊咧做 restaurant 咯，呢邊啊，呢邊正是 highway 嚟啊嘛，highway 咧死斜路嚟嘅咋，死斜路啦嘛。有可能用在這，我捌聽過，那是往時人死嘅是，伊都對佢，伊上一位啊，伊都對佢嘅位，往時那是你有成有做別了啊，是賭啊，啥物物件啊，樣個唔知過啊，佢徛到對你上嘅位，特擺樣出嚟位啊。有可能啦，有可能是迄個白厝來啦，可能是伊就無做路半行也無下路，一直徛咧看人了喎。伊就徛，伊 always 徛西position，伊無去別位嘅迄老伯，伊就去徛了那款。我60幾70歲老伯來。你捌看過伊幾擺啊？伊無講做迄個幾邊度看。哦，伊是寫平常時人看嘅啦。啥人安尼看伊又無驚嘅面，又唔是鬼嘅面來，伊是人爾，是講我做邊件爾嚇，你徛到我見你無去啊，等下無去啊。哦。對呀，當時我比較驚嘛，我想是人係咪啊？你看，你總之做到10幾年邊邊啊，看到什麼馬去啊，無驚去啊。哦，所以當今個看到個，你看到只一擺啊啦。哇！你無解牙字啊？阿伯個？冇，唔夠，我咪講話，我看到伊有聽過，係看無你看啊，一萬咧無去啊，安尼看。少有個，少當今個有個。有啊。有幾年啦？我買去梅，我買計講 morning 又買計講半行，我看到聽過，喺做物件啥看袂到伊嚟講，嚟講咯。哦。因為我咧驚嘛。幾年咯？驚咯，我就咁驚就你知啊？然後佢講我朋友聽，我是我一人看到呢喎，我做工內面咧，其他人都看到就。一個迄個其中人看到，一個時陣我人家咧唔睇到 restaurant 講一個我家己卡巴位啊，我講if future 咱講咱看到啊，咱第個啥看袂到伊嘅看到好嚟講咧，我朋友講咧講好，因為咱講個機 restaurant 大邊伊聽到嘛，是唔是？可以有四邊以來，咱咪講個機面整位啊，咱往做嘅卡巴位講啊，白做 restaurant 大邊看到啊，我講阿爸若咱看到伊本樣，咱第個啥看袂到伊啊，咱就咱看到好咧，看，一個人家咧講嚟看咯。
所以咪形時伊出現啦，伊個機refrigerator 喺成都嘅面前嗰邊，伊徛條你冇做亂亂嘅，伊徛咗可能做工，伊徛條你看呢，你直叫我見到北地冇嘢，你看呢。驚呢，真係唔是有講你冇幾長。即係咱老爸我冇呢驚喎，我是驚咧，迄個 regular 死了啊，伊看病死了啊。伊都無講 resign 伊做，阿咪伊紅曉看病紅曉死伊都白白哦。你意思？所以你是看到伊，特別你看到伊講穿嗰啲衫，就係是看人咧，係穿攏做工嘅人嘅衫 uniform 嘅。嚇，穿攏做工衫嘅，做成衫咯。你看到伊又無講徛定定，互你看嘅咋？伊互你看到個過是伊做工基本嘅咋？伊就塗骹啦，伊洗隻萬嘅位啦，伊徛來甲徛去，無講徛條 one position 互你看，伊無講阿伯伊徛條 one position嚟，伊無叮當嘅，伊徛條看人做工嘅。你哋查某嘅是伊做工，伊上家伊唔知家己死啦，你看到咋？你看啦，你個都一部伊愛叫人嘅名，伊哋查某嘅，無啥無數伊愛叫你名，無啥無數伊要叫你名，你看啦，伊無甲你講伊甲叫名，伊無甲你講話，伊直叫名嘅，萬你叫一叫，萬你叫，你看到咋？吉利 ，OK， 那下禮拜呢，那個到底唔係禮拜唔是講幾個，就不知啷會講幾個，告訴你，往時一個月做一擺啦。真係是啷就一位參加，我啷講幾個，告訴是咧，使參加講幾個，告訴佢，我看這個獨背背咩啊，老背鳥，老背鳥、獨背鳥相款啊，老背鳥咧，老背鳥，佢到底人講喺新加坡嘅告訴嘅是，你人個到底嚟參加，我啷講過一擺。這個禮拜咧，就講個疾病性，感謝我人嘅特別嘉賓日本老醫，講講日本人係幾個數，教我人嘅老輩鳥個人講啲頂多同埋你少個數幾個數，禮拜過嚟收聽我哋邊啲好嘅節目，แล้ว把節目講幾個數，我差唔多一個禮拜就做一個月就做一擺，就是你講幾個數是你錄email 給我甲我講，你有時我就是 post 是你特別叫我 website 去看，感謝各位聽眾嘅收聽，拜拜。拜拜。不，大朋友啊！